哪这厉害？来，去吧。专家有智慧啊，阮都上巧。嘿，大家好，我是李秀。大家好，我是阿翔。专家有智慧，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是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上这3万奖金，互你砸上去哦！好，今来欢迎咱两队的来宾，我这边先。好来阮我来讲哦，阮这个以前哦嘛是共款爱豆啦。哎，做我知。真缘投啊，演过好我戏哦，真多真多。真多嘿，以前啊，今嘛无引导。即摆嘛真缘投，即摆是另外一个年会缘投。哦嘿，迄是无共款较的哦。俗的伊气味高。较熟的迄种。有啊，因为今日来两队迄落队长，我拢足熟的。哦真的哦嘿先介绍阮这边好的哈来来来来，新河。新河，带好戏，欢迎我啊！的新河。大家好，我是温新河。嘿，新河你好。你好。嘿嘿，第一开始用台语安尼甲你讲，淡薄无啥习惯啊，但是慢慢等下录落去以后，你就知影啦。练凳啊，是是是，咱今日有带戏来，带什么戏？咱公司的大戏。好戏，大戏。名听到就哦会惊到呢，叫做地金。伊大概在11月13号，咱在公司就看会到。哦。大概15号迄客台嘛是会搬。啊，除了这以外，咱比方讲Netflix。国际嘛看会到，啊，希望大家都支持安尼。是，这是咱哦，这内面真重要一个角色，吼，啊，刷落去嘛是咱的演员哦，欢迎哦，一个介绍落去。来，大家好，我叫陈朝英。张英你好。我伫咧这出戏内底演的角色是阿青。嘿，啊，刷落去这个就是客家人啊。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你好。我叫做李成祥。啊，我伫地金内底我扮的角色叫做莫达。哎呦，因为我嘛要讲的客家话。厉害厉害。好，来个刷落去。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做高佩如。在这个戏内底咧，我是一个上海的女生。好，来个刷落去咧。好，大家好，我是老吴兴，我伫地金内底是一个少爷的助理。这是阮另外一半的演员啦，吼。是。啊，那恁迄边的演员嘛是拢真重要的咧。阮这边嘛是介重要啦，而且吼，咱这嘛是男主角之道。一定的啦。欢迎咱的地金大师啊，咱的队长桂子乾。啊，乾哥哥。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桂子乾，会使甲大家团队吼完成一个年代大戏，1950年的这个地金哦，我感觉50年以前啊呢，70年啊，真的是安那叫做地金呢？对啊，就是因为迄当阵哦，1950年的时阵，台湾哦，地叶啊，哦，地米是出口的这个生意，啊，所以讲迄当阵哦，真侪生意人拢做地米，所以我就是喺内底变做一个地货，大盘中的大盘，啊，我替台湾哦，赚足侪外汇，对吧？是，所以讲一代形成的这个地方。所以咱内面嘛有亲情，嘛有爱情，嘛有友情啦，都官场啦、商场啦，哎呦，足精彩啦，精彩。好，来，阮队长今日吼，咱阮是无要讲蛇啦。对啦，吼，那要讲蛇嘛是。我嘛未讲红讲，我嘛未讲红讲啊，拢无要讲。我是听讲，阮有一个制作单位，就是希望会使看到数字的来，数字本啦。阮拢请袂来啦。去一点米就出来。好，队长佮甲阮介绍落去。好，大家好，我是柯安石。是，对，柯安石，欢迎哦，嘿，欢迎哦，真气质，对啊，对。好，来，佮刷落去。客家话介绍。哦，大家好，我系潘晓倩。哦，迄就真好听哦。安尼啦，好，没有线。朋友线，好朋友，就有线的啦，赞。好，来，佮刷落去。大家好，我是陆国少，我伫咧地金内面所扮的角色是 BB 兄。好，来，佮刷落去。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洪玉景，我伫咧地金内底是演迄个头家至上的迄个司机，在开车，开古董车载
就是拍照。哎，啊，若真正哦，爱甲阮饲济啦吼，伫阮公司嘛有啦吼，啊，客台嘛有，啊，即摆就爱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哎，欢迎咱台语什么拢捌的陈宏伟陈老师。所以会讲台语，专家有智慧。哦，专家有智慧，今日去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接中王主持人出题目，不管有偌济字，拢爱用上尾一个字接一个新的词。A 家庭接完，换 B 家庭接落去，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接袂落去，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嘿，资格赛接中王。嘿，什么会叫做接龙王呢？这回合吼，咱两队就是来试铃了，来抽签，抽到签了用签的上。试电铃啊，电铃啊，嘿，先试着啊，咱就来抽签。啊，要用签内底迄个名词的上尾字接一个新的词，啊，互另外迄队搁用上尾字搁接落去。是上尾啊字哦。啊，看谁接袂落去的时阵，另外一队就赢。是按分数嘞。啊，拢总有3题。3题。10分、30分、50分。嘿啦，好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听我讲，请手搭在来当试哦，吼。好来，请手搭。来，请抽。有一定哦，哎。哦，恁两个伫戏内面是对列的哦。妈来。伊帮忙。妈是忙的哦。是来什么话？妈西。好，西讲你用西，什么话来接？西。哎，我就西北啊。好，西北，是不是？好，来，老师。西北对唔对？好对。会使哦。嘿，来，北，就简单的啦。你拢无人讲厉害啦！哇，你是这团员这么厉害，我相信一定是赢的啦。拜啥？北部。哦，北部老师对唔对？对。部队老师爱对唔对？对。哎，袂歹。对。过来啊！哦，厉害！这真正这个参加这个队长真正足厉害。11月13，阮就要搬哦。你啥那要安尼家己做？好酷！题做了真济队伍。哦，队伍，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嘿，部队伍。哦，我就歹接啊，我注一下。第5个。哦，但是迄个五是这个五五是港音。会使。应该是啊，五组应该会使啦。这是我第5组啊，我系公主第5组。五组老师对唔对？哎呀老师你，我爱你。你太领导啊！不要，来，住。子孙啊。住就简单的啊。住啊。空住一直住啦。哦，恁哪这厉害啦！我拢足惊呢，足惊你来听得到有声音。有人咧拍疫苗嘛，所以我爱去注射。慢紧，好老师。注射。啊，五注。注射。好来，老师注射对唔对？对。听起来敢同款哦，对啦，是唔对的。嘿，来分数，恭喜得到10分哦。来，今摆来问老师，来老师，迄个主吼，咱就爱接主什么安尼啦？啊，要讲主人的主嘛会使啦，吼，对，就是迄个调，这两字无共，迄个是主，注射是主，嘿，爱看单字的调，吼，保持字的调。好来，第2题啊，三答哦。好来，来车手答。下就上，来，会金就会金啊啦。是啊，第金就第金啦，是。来，什么话？我们是
好皮西啦，好皮西，你用西什么话来接的？啊，我是西。师傅，对啦，对唔对？好皮西师傅，老师对唔对？对，袂歹，嘿，师傅，西夫是富，哇，西夫，师傅的啥嘞？西夫的父亲的父，好单哦，好虎好虎丹呐，对啦，这牡丹，对啊，这虎丹就哦，更加头这当试看卖，吼，来，牡丹老师对唔对？哎，咱咪当搁讲一摆，你的音，你的词对啦，毋过你的音搁讲一摆，好吧？虎恁两个人的喙合无共，虎丹呐，对。老师甲咱讲就是意思讲，咱的合嘴音，合嘴牡丹，嘿，对，真好，来我这边，淡落落，淡落落，哎，袂歹哦，嘿，来，老师淡落落，对唔对？对唔对？好，来分数，哎，恭喜得了30分哦！赞许感谢您哦，来，老师，啥哪会袂当咧？因为迄字是淡，淡，咱即嘛是淡，哎，你都要讲迄字单字是淡，哎，所以是无共调，是，无共调嘛，无共字安尼啦，嘿。哦，啊，咱搁通爱用啥来接？担当吼，担保，吼，还是讲担一个有无？担一个，这拢是啊，担字是较少啦，是有一寡字啦，嘿。是，好来，50位哦，好来唱歌，来哦，咱请唱单，哎呦，来，决定。来，邱姐，中的，中的，来，浪杠，浪杠，浪杠，嘿，杠，你会用什么话来接的？杠靠，老师对唔对？哎，袂歹哦，靠，你想一个较困难的，靠做，哦，袂歹靠哦，做老师对唔对？哦，做的拍接啊，周尊，如果是那个灶的话，就靠灶，你几下子那个灶，那个灶头啊，灶咖，灶咖，如果是那个灶，但是迄个灶，但是咱的字是共款的呢。咱即嘛是考的是共音共调，唔是考这较困难啦。新河带好戏，敢有法度接零成功咧？讲个回来报你知哦。咱即嘛是考的是共音共调，唔是考共这较困难啦。这边也较困难一点嘛。对啦，好来分手。容易得了50分哦。来，咱两老师各有做什么话吼？来，老师，咱嘛会当讲迄个创造的造迄个造啦，嘿，啊，也是讲迄个有人讲迄个画乌插白，有人讲画乌造白，乌白造，嘿，迄个造，迄个汉字是肥皂的皂，哦，迄个嘛是造。哦，啊是讲甲人作做的做，嘿，哦，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不要紧啦，第一回合尔，大家熟悉一个啊，对不？咱看这分数，来，咱好戏的咧，好戏即嘛有40分，哎呀，咱大事业的咧，大师有50分，好，进来咱的第二回合，手搭定高机。手搭定高机，两队派出一个人出来手搭，讲出正确的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20分呢？20分呢？共剧组吗？无，迄啥意思？同一个剧组共一个剧组吗？你竟然讲无，我嘛错一个啊，无是啥？对，相兼对。所以这两位拢是新的演员嘛。
是毋是拢新的？我是新的，拢新的嘛对吼。嘿，即摆新演员拢生到足标致的安尼吼。谢谢。你模真水。啊，若像咱就哩哩啦啦的即种的不，阿姊你嘛是杨贵妃呢。无，我甲你讲，咱即摆讲什么话，其实两拢听无。啊，真的吗？所以讲哦，有讲敢若无讲同款。哦。啊，这边听较有，毋过是你甲咱又讲咱伫讲啥？啊，若这边你就感觉拢听无。好。你感觉好无？来遮佚佗好无？好。哦，啊，你感觉你会赢伊无？好，安尼就对。哦，啊，这你听。我赢。啊，毋过吼，有当时啊，跳第一。莫名其妙就会予伊约着，这嘛是真奇怪。缘分啊，所以缘分，嘿，看你甲这个台湾的语言有缘分无？对啦，就是看这啦。20分，咱先摕起来。好，来，希望恁有好的成绩，手放在另个顶面。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OK， 好，来，上个请出题。请讲出3种台湾出产的茶。是，来，我搁讲一摆哦，3种台湾出产的茶，跟你应该有关系哦，你应该拢知哦。好，来，请出答。哦，来。嘿，你来，你有8秒的时间，请开始。东方米林、白茶，还有红茶。哦。东方米林，东方米林，乌龙茶，还有白茶，还有红茶，歹势。你无甲上精彩的吼，嘿，摕到啦。你可能有讲到一种唔是的款。是，哈，不要紧，来。喂，等下来。你有8秒的时间，请开始。茶金好看哦，茶金好看哦。对啦，安尼对。茶金好看哦，茶金好看，茶金好看哦。赞。真好，老师，这个答案敢会当？茶金好看哦。伊的任务就是茶金好看。歹势啊，这是茶吼。真高水啦，是。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有打几种的茶，吼，来。咱这条应该是爱讲这个品种的名啦，吼，就是可比讲金酸啦，还是讲铁观音嘛，哦，还是讲凤凰茶啊，这种品种的名，安尼才对。不要紧，不过安尼真好啊，你安尼赞哦。茶金好看哦，对，连这句都对啊。是。好，咱来看40分的，吼，起来敢会讲茶金好看哦。好，来换人。是，这2位应该较无问题啊啦。嘛是有吧？嘛是茶金好看。我讲我袂晓讲台语。哦。一点点。啊，真好。啊，你咧？这边应该是较无问题。2点点。哇！我感觉咱敢若唔知你倒位主持节目，我嘛唔知吼。敢若亲像香港的感觉吼。外国的人。对。讲台语。不要紧，恁尽量讲。哦。恁讲的，阮拢会甲恁好。我会加油。一定爱加油，因为茶金好看。好。茶金好看。来，咱来看40分的吼，来。手放好啊，啊，听我讲，请抢答，咱才会当试哦。好。好，来，小伟，请出题。来，请讲出3个你会伫咧倒位拄久的所在。等下，免紧张，咱达来，免紧张，好，来，咱搁讲一摆啊，哈，来，放好啊，啊，听我讲，请手答无，哈，来，上个咱搁讲一摆，请讲出3个你会伫咧倒位拄久的所在。3个你会伫咧倒位拄久的所在哦，哈，拄久，好，来，请手答，来。阿英，你有8秒时间，请开始。车顶，学校，便所。哦，你伫便所拄久嘛是真对啊，放屎放的会想要困啊。早起床的时阵，我拢会放屎，啊，我放屎的时阵拢会想要困。哦，都爱困啦，对啦。是，老师，安尼3个会当无？会使。哦，是。你就40分咯。
咱听老师来解说。哦，这其实爱看个人的习惯吼，变做是四季拢会当拄久嘛有可能。对啊。嘿，伫咧咱这录影的时阵要拄久反射嘛是会使哦。对啊。即马主要是讲，嘿，主要是讲咱来讲会出迄个空间、迄个场所。是，好，谢谢老师。好，啊那你讲咧，你会讲啥？你要试看卖无？啊，伊若讲唔通就是买，安尼咱就叫伊试。地金好看，地金好看。对对，地金好看。你无要试啊？没去。好，不要紧，不要紧，咱够60分哦，吼，分数一定揪起来，唔使地金好看。好，来，咱换人。恢复正常啊啦。地金好看，地金好看。我上惊就是咱两个哦，即马三拢免讲对，地金好看哦。是60分啊吼，嘿，豆豆看下落啊，题目是啥？啊，讲安尼就对啊。好，来，手跟个两个点面，60分咱紧个摕起来哦，吼，甲分数再揪起来。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请讲出3个什么时阵你会报你的体重呢？哦，3个什么时阵你会报你的体重？吼，来，请出答。哎呦，来，国小来6、8秒时间，请开始。健康检查的时阵，自我介绍的时阵，自我介绍。咧拍资料的时阵，健康检查、拍资料、自我介绍的时阵，拍资料。嘿，拍资料。你无讲拍什么资料？拍什么资料啊？好啦。应该是爱迄个，应该是爱迄个。语音是讲出来，吼，你爱甲人报，爱甲人报，吼。体重。好，咱即摆这边机会来啊，你来听我老师解说吼。好来，6、8秒时间，请开始。伫学校的时阵，好，要去公司报道的时阵，报道，要去病院看病的时阵，哦，病院看病的时阵，检查的时阵，病院看病检查的时阵，老师这3个会当无？伫学校什么款的状况？一开学时阵吼，拢会健康的检查。哦，好，安尼好。来，恭喜你哋60分咯！伊讲出迄个画面啦，对，好来，老师咱解说一下。其实这主要是讲咱这是毋是爱用讲的这个部分啦，嘿，有可能朋友要甲你问什么代志的时阵去讲着，吼，朋友咧问这嘛是有可能啊，吼，过来迄个拄则咧讲，那像讲公司报道所以另外一个是可能找头路的过程，吼，可能要求职这个状况嘛有可能，嘿，是讲演员要试镜，反正嘛是会讲，要看这个到底资料安怎，嘿，所以嘿，这个部分拢会当。嘿，袂歹哦，不要紧，咱搁加油，好不好？来，80分要起来哦，来换人。地金好看，地金好看，哎，袂紧张啦吼，我讲再出题目80分哦，搁较好看。哦，80分若摕到2边拢好看。嘿啊，毋过哪一边会好看，我都毋知哦。加油哦！来，手牵好，听我请出答，咱带当试哦。好，来，上个请出题。来，请讲出3个，甲人借什么物件你会歹势？是。3个甲人借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哦？你会歹势。好，来请出答。好来。来，6、8秒时间，请开始。借钱，借钱。衫重面的时阵要甲人借衫。借衫。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啊！借鞋啊？袂付啊，时间到啊。借衫甲鞋啊，差不多。好，来，不要紧，换一边。来，机会来哦！6、8秒时间，请开始。借钱，借钱，借便所，借便所，借过，借过，哦，咁歹势啦，歹势，我借过。好，老师，安尼会当无？借过，借便所。歹势借过者。会歹势啊，歹势借过。我意思是讲，因为咱是讲借什么物件啦，咱是讲物件，是物件，差一撮啦。好，不要紧，不要紧，拄我公平嘛。对啊，拢无啦。咱个分数个另外来用700来甲揪起来。来拼者哦。好，来咱换人。对，
对，这两个讲起来嘛，介高追啊吼。你话要借啥就借无啦。一直咧想啊，一直咧想啦。啊，你戏内面是你甲嗰度咱社招上斗相共的，是不是？应该是讲我咧帮咱台湾做代志，因为我咧美国政府咧做代志。当初咱拢是70年前，大家拢有美国援助台湾嘛，物资啦、美金啥，啊，我就负责台湾，我做翻译，啊，就帮美国人在台湾做代志，啊，其实在帮台湾做事业嘛。因为拍戏拍久啊，讲真诶会忝。会忝吗？伊袂咧，伊最爱忝的，啊，伊即马来拍戏。阮两个拄仔在底下讲，对啊，颠倒变，系啊，都颠倒变。美秀是啊哦，我拍甲安尼，最后来主持啊，啊，我是主持哦，甲安尼来演戏啊。上重要哦，就是爱找一个快乐点。对啦，嘿，我感觉主持真快乐，啊，伊感觉演戏真快乐，嘿，啊，每一个人去找一个家己的快乐点，啊，你就感觉哦，这头路足趣味的哦，我是做了就会欢喜。那摕到100分的，更较快乐。啊，不过吼，这快乐我都唔知是啥人摕到。啊，是，啊，伊若摕伊就赢，啊，伊若摕伊颠倒赢哦。我有欠50分哦，我想咱140丢100嘛袂赢，哎呦，结果我遐过50分哦。你若摕到就赢，对啊，规日戏嘛已经杀青遐尔啊久啊吼，嘛无需要去遐做朋友啊，对啦，好啦，咱手放好好，吼，要安怎抬咱就尽量抬，加油哦！好，来上个车主题，来，请讲出3个什么时阵你会屁屁喘？好，讲出3个什么时阵你会屁屁喘？双王对决闪变闪，到底什么人会当摕到100分呢？讲出3个什么时阵你会屁屁喘？来，请唱答。哎呦，8个，你有8秒的时间，请开始。拄着鬼，拄着鬼，惊寒。生囝时阵，阮某生囝时阵。哦，阮某生囝的时阵拄着鬼惊寒，老师安尼会当无？对。哇，恭喜哦，得到100分冰盘咯！哇，即马有影地金好看啦，好来，咱问老师者。哎，可能有些想袂到吼，啊，不过讲了真好啦，是，因为有可能寒，有可能惊，有可能紧张，有无吼？所以你若讲像安尼要上台录影，还是上台演讲，这种的嘛是有可能会屁屁喘，对，啊，是讲亲像咱若做讲是较具体，譬如讲咱去游乐园坐迄个云霄飞车迄种的，哦，迄可能嘛是会屁屁喘，哦，啊，是讲总去迄个几啊厝要冒险的，要是嘛是游乐的啦吼，嘿，迄嘛是有可能，对，就是寒啦。惊啦、紧张啦，这种的嘿，拢会屁屁喘。对。好，谢谢老师。我即摆嘛屁屁喘。你即摆嘛屁屁喘。屁到屁屁喘。叫冰盘去啦。不要紧，虽然冰盘，咱阁有机会。好，来请回。请回。来，哇！来看一下分数，好不好？精彩。来，咱的带好戏咧。带好戏140分。好，安尼大输赢咧。大输赢多赢一时啊，150分。好，即摆来去，专家抢奖金。专家抢奖金，拢总5条题目，家庭内底派一个人来回答，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回答错误，另外一个家庭就有机会抢走这条题目的奖金。奖金上悬的家庭，就是这集的胜利者，会当进入最后一回合。咱这个回合吼是大家参详的，恁会当参详，讨论大声甲队长讲，吼，啊，我会使来影响无？咱你嘛是会使讲啊，你会使讲误导啊，误导看应用啊，你来看咱实际上会互你迄落啊无？会互你看去无？会看去无？嘿，所以讲啊，咱有5个题目，5个题目，吼，来，咱来看者，5个题目是啥？来，第2000客4000腰6000钱80003 1万，是2000到1万，你要选倒位？
6000个啦，6000个新票，因为中先甲挂过去。哎呦，这客气我甲你讲哦，这因若是答案唔对了，咱机会就来啊，啊奖金就会嘟嘟嘟嘟嘟就过来啊。加油加油！嘿，所以咱等一下哦，吼，你要6000。6000。好，咱来看一下6000的题目是啥？请问俗语伫咧讲食饱换腰是啥物意思咧 ？A. 野鸡 B. 无菜工 C. 肚皮疼。你有40秒时间。食饱换。食饱换腰。腰是啥物腰？巴肚腰的腰吗？腰对。食饱换腰。是。巴肚腰的腰。换腰。肚皮。你捌听过无？肚皮。贵哥哥，你是不是？这是肚皮疼的意思吗？野鸡就是野鸡，跟无菜工是不是意思是差不多的？无啦，没有，无共款哦。我才刚是说做白工嘛。对啊，鸭给食饱换腰。就到给大家看。B 要野鸡是多此一举啦。无食，食结果无饱。食结果无饱。嘿，要听三妹。这6000哦。你听三妹蛮好啊，我我紧啊，这6000尔，那无就三妹你出啦。对啊，B 就好诶。 B 来，好，你有答案，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B。好，咱来看这里，无菜工对唔对？什么讲伊两个废棒？听三妹嘴大富贵。哎呦，是，袂歹好，来，恭喜你个6000咯！来，咱听老师来解释，来，老师。好，第一个迄个野鸡吼，迄个鸡就是迄个有一种是讲犯人有啊挂伫咧暗背迄，嘿，迄种物件吼，啊家己摕迄挂，安尼就是家己找麻烦安尼的意思啦。嘿，对。啊，甲肚皮疼无关系啦，嘿，所以即个食饱换腰就是真明显是无菜工，啊，甲白了工迄种共意思，嘿。好，来，咱6000已经摕起来，够有4题，2000、4000、8000、10000。要先摕一个4000的，要是讲10000，一定要紧。好，是啊，4000。哎，安尼真好分配啊，4000若真正有影咱无好落啊，无答着，咱送因嘛，袂相信嘛。对，所以4000哦。豆豆甲因留。好，咱来看一下4000的题目是啥？请问客家有名的点心牛丸水是一款什么款的食物？我可能念了无标准，无紧啦吼。A. 板条、鸡仔条 ；B. 擂茶、擂茶 ；C. 麻糍。是吗？咱有客啦，是吗？香港有客啦。我袂你有40秒的时间呢。免40秒，既然客人会使相信伊的答案，伊若唔对，我当场改开除。开除啊！好，来，确定啊，你的答案哦。哦，好，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就是 C 麻糍。好，咱来看一下麻糍对唔对？恭喜有得了4000咯！开始这么开始才这题尔咧。对啊，系啊，用对。我头拄个讲伊废棒，哎，两个拢有用途呢，拢有用途。好，来，咱听老师解释。好，拄则迄个牛文水啦吼，啊嘛有人嘛有无共腔是牛文水啦吼，啊这无共腔的，啊这就是咱迄个客家真出名的麻糍啦吼。是。啊，感觉这个名号了介水介赞吼，因为这就是敢若咧形容迄牛伫咧迄个过液，伫咧迄个鹿公麦水咧过液，吼啊迄个鹿公麦水其实就是咱即马用迄意象来联想是迄个。姜汤吼，乌糖姜汤的迄个色有无吼？啊，即马迄个麻糍伫内底，就敢若牛浸伫内底，有诶卡只片安尼圆圆的形，就敢若迄个麻糍迄个圆圆的形安尼啦。啊，即个意象真水吼，大家会当来甲即个树学起来。好，来，搁3题。3题啊！加油哦！第3题，要选倒一题？要选倒一题？你若一困好死啊！8000若是10000拢是赢，你若摕着。啊，你都10000啊！哦哟，10000啊！好拢互恁着啊！你拍伊的时阵应该有分2边吼，一个是替国家做代志，啊一个是大头家一边的做生意的。好，来
你真正你做大头家哦。哎，贵档的贵档的。来，咱来看者，一般的题目是啥？请问阿里山有台湾上水的云海，啊，伊的山名阿里是啥物意思？恁敢知 ？A 是神圣的木头 ，C 是当地的地名 ，C 是日头。你有40秒的时间。可是阿里山的神木 A 吧，A 来阿里山有去过哦。阿里山 A 嘛，这个六，你知影？有无？你知影你去过？你我不是想讲阿里山的 A 日头，阿里，日头，我是感觉日头，遐日出毋是足出名啊。出名对啊，阿里山阿里，阿里敢是阿里的。阿里嘛，当地地名。地名，你感觉是地名？你的拳王不？阿里拳哎，你嘛是阿里啦，对。木姓谷以前有在种树，建筑啊嘛，以前跳在建筑有在啊，种是吧？树啊，应该不是，我是感觉不是 B 就 C。阿里山顶有新木啊，有啊，有新木啊，伊是看你不太呀。爱形容山才有新木，不是吗？地名吧，是不是？地名地名，地名地名呀。日头啦，阿里山拢看日头，但你嘛好啊。阿里山就是看日头啊。你也就怪你出头。木头，为什么？你感觉是木头？感觉上面都是以前是在种那个树，所以可能对于那个树都是它的统称嘛。神圣的木头。不过你拄拄啊我唔知影啦。哦，你唔知影？是，啊，免想啊，免想啊，免想啊，想嘛是想无咧。想嘛想无。好，对啊。我的答案是听你的，听我的哦。嘿，听伊哦。压力耶。我的答案好，你的答案是 B 当地地名。好，咱来看者，当地地名对唔对？是不是？咱来是。好，来，恭喜得到1万哦！来听老师来解释。嘿，其实有关这个地名的这个来源要安怎会当可证吼，这是一个足深的学问啦吼。啊，真正较无较侪资料会当了解的时阵，其实有一种讲法，拢是讲迄是原住民族的迄个头人的名，啊来延伸的安尼吼。啊，毋过落尾有搁较侪、搁较古早期的，包括这个荷兰的文献吼，互咱知影讲，其实伊迄个阿里山吼是这个北部族伫个迄个荷兰时代对迄个地区的讲法。是，嘿啊，所以落尾即个较新的资料吼，会当就互咱较知影，就因为是安怎讲，毋是迄个人名，因为迄个人名进前其实都有即个地名，所以啊，落尾就是啊，即个讲法更较可信啦，就是讲其实是当地北部族语咧讲迄个所在叫做阿里山安尼。好，谢谢老师。听老师的形容拢有够水哈。对，还伊解水拢真清楚。我虽然答案答对啊，吼，对啊，哦对啊，啊毋过哦，我是较无了解，啊听老师安尼讲，就知讲阿里山哦，就是好听。原来伊毋是迄粒山啦。对啦，若是迄粒山，就是阿里山顶有一个姊妹蛋，互人看落是目眶啊，坑人就唔通，千万唔通做谣言，几条三条有神明。是啊，厉害！嘿，来继续。过档的即摆已经有，嘛是1万哦，已经有2万啊，刷落要选。来，2000啊，8000。一定是8000的啊，经2000的是要。啊，你食饱嘛，留一寡汤互恁。我2000互恁坐车啊。你买8000啊，2000的？我看人的做人交情，看到倒位啊。好啦，2000的啦。伊真正大头家咧。好，咱来看一个哦，2000的题目是啥？很简单。请问，日本时代Formosa Tea 吼，互英国人选做是上好的茶，啊嘛是互日本天皇的迄个贡品。啊，请问是啥物茶？你敢知 ？A. 阿萨姆红茶 ，B. 东方美人茶 ，C. 碧螺春。是，你有40秒的时间。OK， 你这边想。Formosa Tea 是啥物茶 ？OK B 哦。咱在戏内底演甲较久啊，系啊，啊若佫袂使甲这个茶讲出来，啊真正就袂碰风。漏气啊，碰风茶啦，碰风茶啦。B 啊。好，啊我的答案就是。嘿，你的答案是 B。好，咱来。东方美人茶。好，咱来看者，东方美人茶对唔对？
面就是必有因果。对啦，加载2000，互因去凊彩搭搭。好，来，哇，你拿机会来啊！哎，不是啊。伊即马讲的是佛摩沙蒂哦。无你哦，你啊，即摆你讲啊，我知影，我会给大家解说，因为迄阵咱即摆做地，咱做这阿三，无，东方美人是日本人一定离开啊，是，所以咱后壁讲迄叫糖加过迄，迄是染茶，嘿，是，所以我知影，哎，我去嘛也是直接讲，直接讲第三，来，我的答案是 C， C，碧螺春，因为较早台湾无红茶啊。你看哦，伊的题目叫做英国人选英的国哦，啊，英国人拢食红茶呢。但是迄阵台湾无咧做红茶啊，无啥咧做红茶，因为英国上名是啥的？有啊，英国有影，温星河啊，嘿， 2000分，安尼互恁安尼要求甲民甲之，我对差2万分啊呢。我即摆是想要知影历史，嘿，历史，不要紧，你若答出了，老师就会甲恁讲历史一下。你讲 A 啦 A， 哦，伊咧， A 哦，好，来，咱听少年的哦，哈，好，咱来看一下阿萨姆红茶对唔对？人是啊听少年的，对，嘿，因为见解是咱唔捌的。好，来分数，恭喜得到2000咯！来，老师解说互你听，好，来，老师。对啊，拄则迄个判断袂歹啦，形象吼，英国人这红茶啦吼，啊，主要是咱大家对日本时代，也是搁较早进前的历史，其实咱拢足清楚啦，所以无怪讲无啥物了解，拢正常的吼。啊，主要是1926年的时阵，日本人对这个印度去引进这阿萨姆这个茶吼，的茶栽来到这个日月潭遐种。是。啊，了后伫个1937年的时阵，这英国人吼感觉讲这因有外销出去，啊英国人看着感觉讲足赞的，嘿啊，所以怎甲号做佛摩沙 Black Tea 安尼的名啦，嘿，所以是有这段吼，互大家参考。好，来，咱来看一下8000的题目是啥？请问1949年战后钱变宝去，啊，即马用的新台票就是迄个时阵开始用的。啊，若是讲到这，请问偌济旧台票会使换新的台票1块咧？A 1万，B 4万，C 13万。你40秒时间。这改变讨论了吧？对啊，对啊，那你来面应该变过啊，对吧？应该变过啊，应该变过啊。好，来，你有答吗？4万 Q，万2 Q。哦，所以讲是。好，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B 4万。好，咱来看一下，4万对唔对？好来，恭喜，佮得到8000咯！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听这个大战了后吼，有一段时间吼，啊，这个钱吼。钱印伤济啦，吼啊钱变宝啦，啊当阵经济介乱啦，嘿，啊落尾就是咱民间拢讲一句嘛吼，4万换1块，4万换1块，嘿，啊其实这是足侪伙人心内感觉足疼足唔甘的代志，因为钱就安尼，即个做迄个倍数就无去啊，嘿变宝去啊。嘿，所以嘛，地数做侪人经济受影响，4万换1块，嘿。嘿，好来，咱即马看一下分数，好无？好，那咱。这边传好伊2000，好，真好，感谢你替阮邮2000落来吼。对。好，啊来，阮大事业咧。大事业真正大事业28000哦。好，今日对咱的社长上来去请兵倒兵倒一兵。正名倒名倒一名，全家听台语选台文，拢总有5组题目，每一个成员轮流甲正确的台文字选出来，一题拢得到1/5的奖金，5题拢讲对，就会当摕到全部的奖金咯。嘿，正名倒名倒一兵，是咱即马奖金偌济？咱即马奖金是28000块，28000块一题咧，一题就是5600啦，人客啊，够贵啦！来上台，上面先第一位，哇，贵档，贵过来哦，过加油哦，我要出题啊，哈，好来，上个
请出题。请问掠公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倒一边。掠公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请问掠公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是倒一边呢？正边倒边倒一边。倒一边。哦，你选的是正手边。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啊。我今仔还没乐透啊啦！我拄则根本就看无电视在创啊。系啊，头拄咱哥哥想5秒到啊咧，啊凊彩比的啊。是因为咱平常时啊看拢另外一边，咱即摆来问老师，是安那是这边呢？因为这个青色这个迄个字就是掠，第一字吼就是掠啊，那迄个红色这个是绕，啊当然这有一寡方言差啦，有人讲绕，有人讲撩，有人讲鸟，有人讲鸟等等啦吼，有做侪这个讲法，不过就是音是无共款的，啊咱讲掠讲迄是掠，嘿。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旁地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是倒一边呢？正边倒边倒一边。倒一边。这边。好，来，老师对唔对？对啊。哦，这汉字有较麻烦啦，嘿，因为这有一淡薄仔像吼，啊这边是破昂旁的迄个音，啊这边是破昂碰的音啦，嘿，所以就是台语汉字的这个音的差别，嘿。嘿，来哟，来，上个请出题。请问白色色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是倒一边呢？正边倒边倒一边。倒一边。这边。好。哦。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啊。那有写咱咧塔树吼，是这个重声还是种语态的这个树吼，是拢少音较济啦。啊，因为这个青色这边是元水水吼，无迄款音啦。哎，啊，迄边色，迄个色，嘿，啊，所以就是爱这红字这边才对，嘿。是，好，谢谢老师。我来换人哦。哦，运气有够好的呢，三题啊，三题啊，第四题，第四题。好，第四题啊，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凤康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倒一边呢？正边倒边倒一边。倒一边。好，伊比的是倒手边。来，老师，对唔对？唔对。哦。不要紧，来听老师解说。嘿，这个红底这个是科翁孔，哈，孔主讲迄个孔啦，哈，啊，即马这青色这个才是空还是空，哈，啊，当然伫遮是用空的白话音嘛呢，是，好，谢谢老师，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上无已经掉三题啊啦，嘿啊，来，上个请出题。请问地鼓的台文字是倒一边呢？嘿，是倒一边呢？正边倒边倒一边。倒一边。好，伊比的是咱的正手边。老师，安尼对唔对？唔对。嘿，拢去用骗呀。好，来，老师解说。嘿，这个汉字这边的是啊，白话音是哦，啊，文言音是和，啊，这个迄边迄个金字边古早的古，伊就是古的音安尼啦，嘿，所以就是两字迄个音无共款。好，来，上个咱即马看偌济。哦，因掉三题啦，所以因即马奖金是16000倍哦。恭喜恭喜！好，咱即马今日去颁奖。哎呦！颁奖！嘿啦，唔那搬好戏，搁摕奖金无啊？哎呦，安尼啦，贵够厉害！好，好，同款啦，阿姊，啊，今日咱有足侪新演员吼，希望所有的制作人呐，看到吼，拢搞斗看成吼，拜托拜托，青年旅游嘿，杀青一年啊啦，嘿啦，啊，那有伊，赶紧来找阮，咱就紧来找阮咯，吼，搞看成。啊，今日嘛谢谢咱的老师，是感谢咱上辛苦、什么拢捌的陈凤伟陈老师，辛苦咯，罗兰。地金精彩无臭单，全家就爱做伙看。哎呦，地金精彩无臭单，全家就爱做伙。
谢谢，有空再来玩啊！没，谢谢，谢谢曾老哥，谢谢，感谢，欢迎再过来，谢谢，感谢。